今季 NBA 嘅 MVP race 可以話係近年競爭最激烈嘅。到季尾，兩位大熱 Jokic 同 SGA 都仲係未分到高下。已經攞咗3年常規賽 MVP 嘅 Jokic，今季場均大三元，亦係 NBA 歷史上第一人場均得分、籃板、助攻同偷波都係排名聯盟頭3位。最近亦有一場代表作對住應屆最佳防守球員 Gobert，交出61分、10籃板、10助攻呢個怪物級數據。佢場上嘅影響力真係無人能及。奈何 Nuggets 今季球隊表現未如理想，已經落後西岸一個 OKC 近20場，剩低幾場常規賽喺 Murray 缺陣下，仍然要努力保住季後賽席位。另一邊廂 OKC 極大機會鎖定常規賽成績第一位，暫時今季12.5分嘅 net rating 更加係 NBA 歷來第2高。當中好大原因係 SGA 今季攻守兩端出色嘅表現。進攻上 SGA 更加係今季得分王，場均32分6助攻，為 OKC 進攻帶嚟非常高效率嘅得分手段。作為聯盟第一球隊嘅當家球星， SGA 攞 MVP 都好有說服力。Jokic 有瘋狂嘅個人數據， SGA 有出色球隊表現加持。你哋覺得邊個先最值得攞 MVP？ 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